什么事儿啊？今天周末答应我什么来着？行了，知道啊，我换完衣服就过去。好啊，拜拜。我床头柜上的小铁盒呢？什么铁盒呀？小铁盒。什么样的铁盒？你干嘛？你放我！你干嘛？你疯了吧你？韩少宇，你干什么呀？你疯了吧你？你疯了！一大清早的发什么疯啊？我放这儿的铁盒呢？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？这房间只有你和我能进来，你不知道？怎么就我能进来了？不能是贼偷的吗？那么宝贝，干嘛不收好呀？这谁都能拿走，凭什么是我拿的？我不知道。明兰，你，我提醒你，这房子是我的，我是看你可怜才让你暂时住在这儿。但自从我的同情心爆发的那一刻开始，你一刻安宁没给过我，所以，请你现在离开，现在！我早上收拾屋子的时候，把它放在柜子里了，满意了吧？一大清早，喊什么呀？好心当做驴肝肺，怪不得没有人理你，你活该！谭总，哦，对了，今天下午要开会，你先准备一下材料吧。啊，好的。不是，您这骑的这是什么？穿的这叫什么呀？怎么样，特好看吧？为今天准备的。好看什么呀？哎，咱这是环湖公路骑车，您骑这个穿这个不等于作死吗？你说这瞎嘚瑟什么？瞎臭美什么呢？怎么了？我就爱嘚瑟臭美，管得着吗你？管的就是你。要想跟我们骑这公路，骑我车。我才不要呢，那么难看，不骑。不骑是吧？不骑。不骑，那你回去吧。嘿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？今天是你死乞白赖叫我过来的啊！你既然答应了参加这个活动，你就得遵守活动的规定。
我给每个人发电邮件，说好了规章制度，您看了吗？啊，我让几点来，您按点来了吗？我让骑什么车，您骑了吗？你看看人家，人穿什么装备，你穿什么装备，就不穿人家，你穿成我这样也行。你说你这样，你说你干嘛来了你？烦不烦呀？更年期吧你？啊，行，你骑吧骑吧。不骑，不骑你回去。回去就回去，我才不愿意跟你玩呢。你看，哎，大小姐脾气犯了吧？我就知道你骑不了一圈，骑这车来故意的吧？是不是？故意给我看的吧？你要说你骑不了一圈，你就认怂。换车。扭什么呢？老太太扭秧歌呢？是不是觉得硌得慌啊？明珠顾问是吧？啊，跟你说啊，有这种车，能不骑就不骑。这种车骑多了，人就变笨了。你看看我现在骑的，哎，骑这车连平衡都没有了。哎，趁着神志还清醒啊，赶紧回去把这车送人吧，或给别人去，要么就当二手车卖了。哎，等一下。哎，又干嘛呀？拖鞋干嘛呢？不嫌地下脏啊？不脏，还接地气儿。拿，帮我装着。哎，咱俩聊聊谭兆宇。你和他相处了这么长时间，你觉得他这人怎么样？咱们能不聊他吗？多扫兴啊！我跟你说，谭少宇他就是一怪咖。就是早上我好心好意给他打扫房间，结果只不过就把他一个小盒子稍微挪了一下位置，他倒好自己没找着，都炸了，跟我嚷嚷，多大点事儿啊！你找不着好好问我不行呀？服了他了，再也受不了他了，讨厌！哎，他那人吧就那样，你心里呢不知道藏着什么底线呀、原则什么的，不知道你哪天触动他哪根底线、哪个原则，就给你炸了窝了。习惯啊，习惯就好。还习惯？谁习惯得了他呀？习惯他我都被气死了。行，不生气，聊点别的，行了吗？哎呀，不过说真的，今天还是我们家出事儿以来我真正开心的一天。空气还挺好的。没错，没蒙你吧？其实，在这座城市里，像这么安静的地方已经不多了。有的时候心情不好，就骑着单车绕着这湖啊转上一圈，真的，心里甭管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，一下就都过去了。是挺开阔的，心情一下就好起来了。我决定了，我要赶紧去找工作。啊？什么？找工作呀？你有合适的也赶紧通知我。我要尽早自立。哟，什么时候变得上进了？以前特爱穿高跟鞋，但其实没什么用，也挺累的。现在真把这鞋脱了吧，才知道着地气儿是什么感觉。哟，这终于回来了啊！哟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我等你半天了，了解你啊。这我要不找你吧，你肯定不会来找我。什么意思啊？好好交代吧。这一天都干嘛了？把我女朋友拐哪儿去了？哎呦，您这说的是哪个女朋友啊？别装傻，就那一个，就是那个今儿跟你在一起待了一天那妞。哎，我今天是组织这户外活动，叫她来一起参加，又不是我们俩人，还整个一车队呢。真没事儿？真没事儿。
你什么人我知道，我今儿找你来呢，其实就是给我俩当一个和事佬。他今天跟我说了，你们俩是怎么着吵架了？你看，还是跟你关系很近嘛，什么都告诉你。是啊，吵架了，这跟我杠上了，也不理我，而且走那架势吧，感觉像是要离家出走。人家是一女孩，真要是离家出走了，出点什么事儿，你是不是得对人负责任啊？啊，我觉得这事儿啊，你还得跟人当时呀当面沟通啊。人家肯定是嫌你管事管多了呗，干涉人自由了。你呀，别老拿你那套豪门深宅的规矩要求人家，那毕竟以前那地方是人家自己家啊。行了，这事儿要不这么着，我做个主，把你俩呢约出来，我给你们调解调解，好不好？听你安排吧啊。对了，你这跟依然怎么样？挺好的。哦，我就在想，实在不行，你这把依然也就带出来，咱4个一起吃个饭呗。有女孩在，咱沟通也顺畅一点。否则咱们2个男人之间，跟他在那儿没有默契的话，谈崩了怎么办？你说把依然也叫来？对啊。那俩女孩，那调解这种事儿让女孩来不合适吧？有什么不合适？他俩之间有什么事儿啊？他俩之间倒没什么事儿，就是……哎呀，你就别就是支支吾吾的，给个痛快话，行不行？方不方便？行，方便。你想叫我就帮你叫他呗。